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最近被台湾的新竹宝山、台南台湾的屏东湾满，路有河坝政策的争议。水利单位为做到解决上早开发造成的饮水问题，上早的批发水路，沙路引起部分环保人士同居民的反弹。尤其湾满五沟水体区，有本人认为是台湾首件的用钱实体。立法院跨党派立委和第二日处世界实体日开公堂会来讨论五沟水排水工厂问题。不过，也两者为所的争议，其实是全国河坝政策等等如何独到的问题。韩国是台湾唔重视国土规划，请才开发下嘅素养。100年日汉节前，新竹县宝山乡公所会议室度，水利主管单位建议河川局小开业向下海二平坡政治工厂全面配合，来自二平橋水調水面和空沙區居民，要為亞等防護條支持政治工廠，要等現沙灘拿故省嘅安義保局報告唔出下意。对啊，河川局，请拿出你的公权力，还有政策的执行。在这个07年的报告里面，跟这个98年的报告里面，我们都发现，这个水利署核定的专业报告里面，他都说这个地方不淹水，我觉得好奇怪，所以这个报告是不是乱？就是说反对政治工厂嘅向毕業，係嚟司機眼鏡沙區注定二平橋水面，而係拿出水利署第98年核定嘅。向下海排水處理計劃指出，無論係畫嘅圖，亦係水利嘅數據都顯示，沙溪順暢嘅河壩唔會做太水。好，50年的話會淹到這裡，這裡全部都是污水處理廠那邊，本來就是我說湖的這裡，所以你看這個區域是不會淹水的，50年不會淹水，也是符合他這裡所寫的。他這邊圖水理計劃跟他自己做的 comment， 我這邊其實都有做整理。都告訴你，這個地方是不會淹水。報告度，司機眼鏡沙溪順合，唯一會做太水嘅所在，在水塔安基樓加熱兩體沙溪所用嘅污糟水處理廠，呢塊鐵本來係一個保護嘅，喺本建商逐步囤過以來嘅。下面那一塊，他說以前很久以前啊是個湖，然後裡面好多喇，他們還可以去抓喇，就是去猛喇。所以那邊是墊起來的。我不曉得啦，我在想，嘿，不能這樣說。可是就是說，我們問住這邊幾十年的，他就說以前這邊是湖。附近嘅農民更加指出，無論係司機眼鏡，亦係早啲20年前起業安基加鹽，亦係三大沙區，其實本來都係當地嘅產牌，係建商挖山屯泥抽整來嘅。向下係河壩，天天嘅縮減嘅一半，甚至3股春無1股，河壩水也越來越接淹水。有把河壩結發嚟咯，跟住差唔多從較冇呢一天案發的。哦，要案發啦，係要。無想要案發。你還是而家奶油嘛，然後見囤見路減落，路都變黑嘅，係錯。之前佢會從落雨從呢電卡嘛，嗬，有坡度佢會奶會見溜，見縮小，啊加上佢個做工廠嗰度見通，它就自然生態就會一直縮小。對一下，啲水利署嘅報告度，最早企業安基加鹽用嘅沙溪附近嘅河壩鋪闊，也被列作容易淹水嘅區域。我們在大概5年前我們就開始在規劃，因為在這之前呢，我們這個安居也好，家園也好，他們這兩個社區淹水的情形非常的嚴重。應該是在94年或95年，第二河川局有整治過之後，那發生的倒沒有說真正整個溪水淹進社區的這個狀況，但是就是路面的路面的排水有問題，甚至於就是整個路面都被水全部淹。不過，做啲水利署98年完成嘅處理計劃，同時公告河壩處理現時節。也便宜多為一個司機眼鏡沙溪天然區，唔單將完工嘅，還有將近10米嘅建體佔用河壩。呢防控因為東風團面縮減，會嚴重嘅影響向下海2平灘嘅排放功能，故所又有新嘅政策計劃。
原来它的水路是在这条线，然后它的深潮是在这蓝色、红色这个深潮是这样子流的，它的深潮是这样流的，原来深潮是这样流的。那因为呢，这个市区夜景盖出来之后呢，它的堤防和它的社区的边界跑到这边来之后呢，水路这边都被侵占掉一点点，这边也是侵占掉，大概我们在研判大概有10公尺左右。那它这个是在于水稻治理项公告以前，他去抢建的啊。那我们现在治理的时候，我们是根据河道的现况去规划一个合理的河宽，然后去把河道做必要的整理跟环境营造。不过，司机眼镜的居民正因议会局提出的整治工程根本无接水利署核定的处理计划，应该尽量保持下牙海水调自然风貌，减少处理工程。治理计划有没有？他自己都写啊，上游原为原始及陡峭区，为避免的除必要整治断面，配合现况，其余尽量保留现状。这都他自己写的啊。上游是山谷地形，这都他自己写的啊。所以我说，今天这个二合局的整治完全不依照规划，然后他就一句话打翻，就是建商，就是建商，建商就把这2本书全部打翻。一言之，一下议会局提出来整治工程，我大量的改变下牙海水的自然风貌，引起的司机眼镜社区居民的反弹，因为安样要破坏的当初佢哋来一片埋伏天机的想法。因为我们看到这里的环境很漂亮，环境很优雅，然后离尘不离尘嘛，就是因为我们家人都很喜欢这里有树啊，很喜欢这种大自然的环境。不过，二平橋水調按記到嘉義2個社區的居民就認為，水面唔整齊，水調飲水的項目就冇辦法解決，故所表出來支持議會局的整治計劃。他們就會覺得說，這個客雅溪如果不整治，將來有可能會造成社區所有的住戶沒有辦法進出，甚至於呢，身家、生命、財產會受到水患的威脅。水調水面居民的立場蒙入相互對立，這樣的爭議一出現啲南台灣屏東縣灣民局嘉平海5橋台，8月風災過後，木柵區重建委員會特地揾萬台糖新增農場來起太湖橋、太湖村、西村的永久屋。不過縣委所的時節無完成順學環境評估，頭盤但作為赤峰浸水的台糖土地囤高，喺水面以及話不太水嘅環境唔夠水地區，可能會面臨很嚴重的災情。我們把基地墊高以後，這10公頃的土地當初是作為整個洪水滯洪跟陸滲的一個場所，現在被我們墊高以後，它就喪失了這一部分的功能，這樣會造成加劇下游萬金地區他們這個淹水的一個能量。因為按入，屏東縣政府規劃從萬金排水支線延伸到5橋排水支線，5橋水塔從五福橋到嘉平海及水的所在也塔必發通風台面。不過，為啲2條河壩送及水業5橋出，村民對亞項工程一無共識。萬金莊這邊本來以頭擺2.3檔河水下來的時節啦，而家一個台糖公司的土地啊，該度睇嘅水位分散啊，但是人家規個河道喺對呀，河道喺對呀來的時節，是比全部水位集中喺睇嘅時節，唔上下河套改建一安法都無效，多一個五福橋呢都石換呢。保證啊，可以疏通，多那濕場嚟講，一樣那等疏通開來啊，至少有80%有效果。有信心啊？有信心啊？有，我很有信心，因為後面那個打開來，就是那個下游打開來、擴建開來，它的水啊就可以排掉，就不會淹水。總統嘅意見完全冇空入，河壩村嘅農民因為天氣受到影響，做太水做到驚嘅，就強烈希望屏東縣政府做嚟作保來保護佢哋嘅田丘。因為5橋水還是大部分人還是希望一個水冇排斷緊嚟下落，因為太水咧，佢嘅狀況可能會浸水，以前唔會浸嘅，可能更加會浸水，因為太緊人嗰時如果佢驚但是呢土地嘅整個省土地所有人呢，如果講。外地的土地會損失，嗰時外地搶下來做。
环保团体则指出，唔复靠水面长大概700人公尺嘅石铁，係天然嘅刺縫切，做嚟減慢水流，減少災害。然後常常下雨的時候，這邊就是淹水了。然後這下雨，它的水就會溢流到兩邊竹林。其實這邊的竹林如果摧毀了，旁邊的農田一定是會有最大的衝擊哦，因為它的減災防洪的功能也都消失了。一片的農民其實也當清楚，一個鐵本來做本地飲水業，故說起啲河壩上實體項嘅農沙，農民也不順得安樣，造成高腳禍，農企就變啲流蕩。因為這個房子會淹水，這裡是一個洪泛區，會淹水，那水會淹到那麼高，所以它的房子就要做非常高。那平常他要耕作的工具啊、休息的地方，就必須移到上面去。第二個創業世界實體業，你發現很難得的，有一場跨黨派立委共同召開嘅共談會，討論5嚿水實體嘅工廠整業。立委張曉峰當成前年提出的呼籲。你不要去貪圖什麼，你就是讓它就是一塊濕地，那已經一切都完成了。你只要在家睡覺，這個濕地就可以完成了哈，那它就可以照它的生態活下去。因為5嚿出，萬乃天然行都要撥出來自太湖山的潛水，故所不要按照5嚿水，富區的廟還係用錢作為廟的名嘅。見係房產一個落葉皮啊！做乜我按到光前堂，都因為我哋啊荷包啊，嗬，一個荷包咧，頭先一荷包咧，相當多一個地下嘅一個潛水，所以一條荷包咧，一片咧頭先一個荷包按到長流水，落葉皮按到長流水，永遠都唔會退。因此，如果在寒流來的時候，比如說現在台北很冷。可能13、14度，在這邊呢，它的水溫就會有一個特質，就是會恆溫，因此這裡就特別適合什麼生物的避冬。水非常乾淨，它的陽光承受陽光的照射。因為貴人透天都有長天然的潛水，本日睇水域變咗當創業的生態實體，像喺台灣體育的紅木節、灘菌草、3年內。站在叫古島，面刺掉一掉，都啲一片變作動態族群。五溝水，它在全台灣的湧泉裡面，水生植物，它是第1名，它是第2名好的哈，好比馬灘少了一點點。然後呢，它的魚類的話呢，它在湧泉這樣子的環境裡面，它是第1名哦哈。然後呢，好無脊椎動物就是螺蝦蟹貝無骨的嘿，它也是在第2名，也就是說。它不是第1名，就是第2名。自然的河壩做得有動豐富的生態，先做客亞喺船的世紀研究的機密，一提出的像一樣的概念。因為呢片橋灘係客亞喺長春島的自然河壩，啲水利署的治水報告度，客亞講到一片有面刺條叫派怪一條出現。那這個土題的話，我就說這邊哈，其實的生態都是就是有像有蛇啦、有烏龜啊，這種都是屬於比較生態完整的地方才會出現的生物。其實哈，柯雅溪這裡的生態沒有像野溪這樣，可是問題是以在科學園區在新竹整個柯雅溪來看，已經算是難得。不屬於當然少，在工廠一族，他們家嘅魚嘅就可能會消失，面刺條也無辦法啲河壩嚟別合亦空做掉。哦，它會棲息在一般像這種石頭地哈、石灘地，然後呢，它會棲息在水面底下。那剛剛它就是棲息在石頭，那它就是棲息地呢，需要石頭跟石縫。那如果說它現在施工下去之後，它會造成上有很多泥沙夾帶下來。那如果它把這些石頭呢全部淹埋掉了以後，這種物種它就不會在這裡生長。當然18水溫了，啱估水了啊！嗬，唔係應該冇乜嘅影響。不過，就算參加共同會議民意代表，後民間團體都呼籲保護5嚿水實體，主要負責一片水利豐富嘅屏東縣政府水利處，聲音比你根本唔係實體，csak係一個專業天地。就是講濕地其實咩啦是漂啲水橋啦，好冇？還冇做富啱嘅水橋嗬，大概是安尼。除咗應該政策網，讓人政策也受到爭議，無論係二號區嘅新竹客亞海。
也係唔夠水嘅排水政策本單嘅方案，都係用鳳毛奶上面講嘅工法來逐步縮水。環保人士嘅共同會合提出咗鐵廠嘅利率，批評按樣或措施，地度嘅水冇辦法流出去，內部嘅水又冇味所可以，又會噴過薄，害飲水情形更加惡化。這個地方做的是什麼？就像做了一個什麼鐵窗之後，我怕強盜進來，萬一失火就完。那麼這個問題就是內水外水，做了地方之後內水外水，本來它是整體自動調配，你把它做完之後完了，它的兩邊的平衡出問題。因為壓力，以河渠和屏東縣水利處提出嚟替代方案，將下牙海改改用沙龍負壓，環境排水用結石工法以外，唔叫生態期託，比發河壩到白色公廁，兩片都用沙龍負壓。那我們會把這個地方根據盡量把空間留給水稻，所以我們把這個地方蛇農一做完，這個基礎才顧得住，不然你這個邊坡原來是很多竹子嘛。如果你把竹子砍掉，這個邊坡不穩定，所以基本上砍掉竹子，這個邊坡的底層還是要做了，控制這個邊坡才不會滑動。要加提防用一般人講生態工法，啊，你冇打混凝土，係用擴充絲網，係用土龍嘅方式來做來整治。可能海拔不太水18或有種係唔怕種可能跟嚟整治過。唔過兩片嘅民間團體認為，按樣係冇辦法解決不太水嘅問題。我們都覺得治水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呢，就像之前說明會裡面我們的口號就是你要合理的治水，好，你要合理的治水，然後你要沒有利益，然後呢要用最不擾動的方式，因為現在全世界都在走自然河岸，大家看到只有長草而已，然後常常沖刷它就會變成裸露。然後河岸帶跟農田之間有非常高的落差，這個生態的平衡就完全被切斷了。環保人士行一啲共同會合，講沙龍工法係假生態名義，因為實際上台灣各地嘅沙龍工法都嚴重嘅立體，一些嘅保護嘅效果都冇。那麼蛇龍為什麼出問題？水利署觀光局有沒有人知道？很容易出問題，這些問題為什麼？因為在下邊，第一個是掏空之後，它就下線到一個程度，支撐不住就斷裂掉，一來整個完。因為按樣，屏東縣環保團體提出嘅水調本風嘅概念，希望同太湖山下來嘅太水，啲下網到環境唔夠以前，就先引到東江海，亦係留啲安法嘅台塘土地上。我哋只希望講，主要都係我哋咩講伊嘅排水。唔可以完全唔可以啦，這個而喺個可以睇一個永久物嘅東方嘅地方吼，個東方嘅馬士西嘅寫作嘅分流，分一部分吼分到一個東江海嗰邊、灣岸西嗰邊去排放，那一部分呢又睇個台塘農地嘅寫，因為伊水下滲速度輕減嘛，或者分一部分都去個必讓它從那邊下滲可以。啊，你難呢一個壓力都，也唔叫水一個壓力就唔會安泰。也可能得一記錢學，真簡單講哦。啱過唔可以潛去到堤防哦，潛去到堤防。建議唔潛去到堤防，堤防人士基本上堤防人士沒反對，因為分紅哈，安尼管樣講清楚，但是對自然環境哈，河壩又會流，伊當你過淺嘅堤，過大堤往那會流嘛。用分紅我要挖嘅過潭，變河壩會挖成大條。安尼去。有到地方人士咩有意見啦？面對雙方各自嘅意見，學者就指出，從唔夠水來看，還係看得出台灣冇國土規劃、樓內通信企劃性嘅評估和考量。在我初審一下，是要用更加多嘅精神和資源去補救。這個個案，它是跟區域系統的治水是相違背，那也因為相違背，所以後續的問題就會一個一個的浮現。所以其實現在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個工程，其實它是一個擦屁股的工程，但是在場也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擔保這樣的擦屁股的方式可不可以乾淨。這裡河壩政策還冇確實的時間，以河渠和屏東縣水利處採用只是詐名義準備強硬來執行，連地方的民意代表都敢於來說，誰知道河壩處理變做民粹投降，
更加混乱。我们好不容易争取了这个一点点经费，不容许任何人来阻挡我们这个经费的执行，好不好？好，一定要把它执行。就是因为从头到尾他都把资讯掩盖，那从头到尾他的逻辑、他的合理性就被质疑。好，所以我是觉得政府如果他是做对的事情，他应该有很 open mind 的心，那让民众能够了解他整个决策的过程。那我想民众就不会有这些抗争。因为唔夠水政治爭議，受到立法業和媒體嘅注意，一下簽填時局，定態松人嘅方案。客家係以平台，一限啲工廠上面啲結託。不過無論客家係一係唔夠水，都搶喺台灣荷包政策嘅索引，無為國土嘅整體綜合考量，仲想要用水來嘢，仲用泥當嘅鋪數嚟結結，係入咁真件係行嘅統氣。